我们天天有主耶稣带领我们的脚步，阿门。每一步都是祝福。我们继续的来赞美，我们一起来拍手。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每一步他都成为祝福，因为耶稣就是这世界唯一的真光，阿门唯一的盼望阿。门我们更深更深的来敬拜他。我们要进入我们心里的至圣所，来赞美我们的耶稣。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成
耶稣，感谢你成为这世界之光，为这世界带来了盼望。主耶稣，求你今天的光继续照亮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敬拜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得着你的引导。谢谢耶稣，求圣灵今天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带着你极大的荣耀、极大的盼望，在这一个礼拜。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兄姐请坐。这时，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有2处。第一是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到第12节；第二个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3节到第4节。我们先来攻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我们继续来攻读提摩太后书第2章3到4节。请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这时，我们要请我们教会有2位神学生来分享他们的信息。第一位是我们庄俊明执事，第2位是我们唐秀莲执事。那我们现在就请他们来分享，庄俊明要分享的题目是“步步有惊喜”。好，各位兄姐平安。我的 PPT， 很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我的嘴来见证神的荣耀。一开始我的题目是“步步有惊喜”，有没有看到那个柯南？意不意外？不意外，因为我就扮过柯南，有没有？什么样的惊喜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和华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的家族，我个人的家族都是拜拜的，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那当然，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当然就是跟着拜。所以，对于进教会这一件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认识子灵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怎么改变呢？因为原本我自己的意念是我不可能进教会，但是我的岳母，她却让神来差遣，找到了永光教会。所以子玲在嫁给我10几年之后，她自己也进了教会。因为我的岳母她是第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很可惜的是，子玲嫁给我之后，她就不曾进过教会。所以呢，有一天我岳母在对面的麦当劳在吃早餐的时候，她突然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所以呢，她就先来永光教会，她先来礼拜3次，我岳母先来3次。她觉得说，这是一间还蛮年轻、还蛮活泼的教会，应该会很适合我，
因为他屡试不爽。怎样屡试不爽？在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他还不是我的岳母，但是是长辈，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到其他的长老教会去。进到教会就发生什么事情？一坐下来就睡觉，一坐下来就睡觉。然后日子一天一天过之后呢，退伍了，也结婚了。那我的岳母就升级为要叫岳母了，对不对？就第二个母亲了。他不放弃，他又找了台北的几间教会，一样就让我去。相同的事情还是发生，一进教会就打哈欠了。后来我就想说啊，我不可能的啦，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浪费我的生命，对不对？浪费我的时间，就放弃了。我岳母她真的，你看她就不放弃，神她差遣找到永光教会，她来聚会3次之后，她很开心的跟子玲讲说，我有一间教会还不错，你要来哦。我岳母太聪明了，为什么呢？因为子玲来第1个礼拜之后，她回去跟我讲说，下礼拜跟我去教会。你要知道那个承受那个老婆大人有没有？你下礼拜跟我一起去教会，有人说不吗？不行，对不对？然后岳母也讲了，好，总是当女婿的 OK， 那就来了，就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经过这9年的时间，我人还在这里，对，感谢主啦。就是说，原本我在想说，我不可能进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但是神他却在他的计划里面，我在9年前。我就要进到这间教会，他就为我预备了这间教会。那2年的时间，在教会2年的时间，我是2010年来到永光教会，我在当年的10月2号受洗。2012年，真的这个神的计划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就参与4楼的建堂，开玩笑，神的殿当初一个小伙子是不可能进教会的小伙子，你想有可能来建造神的殿吗？不可能。在2年的时间，他也提升我成为执事，让在服事上面有更多的负担。当时有可能当执事吗？不可能，也许是当和尚之类的啦。好，对，那所以这样太多的不可能，太多超越我的这样的一个意念。真的，这个神就让我就非常很好奇，为什么这种种的发生，都让我是意想不到的呢？所以，在2年多前，就等于是2016年，2年多前就参加一个特会。参加特会回来了之后呢，就坐在沙发，哇，就脚就翘着，就后来子玲就说：“老公你看一下。”我就看什么东西，他竟然拿了卓越神学院的简章回来。我一看，我想说啊，我到教会就不错了，这神学院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拿都拿了，总是要给人家看一下，对不对？就看第1条，其实心里面就想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要考圣经。虽然来教会6年多，开玩笑，圣经怎么还没有看完，怎么考圣经，对不对？第2条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要考英文。我国1开始，英文除了红字就没有变色过了，所以这不可能。第3条又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在每一季1年4季里面，有1季要连续2个礼拜是要上课的。开玩笑，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有妻小要养，对不对？有这样的负担，我怎么可能2个礼拜完全都放空在神学院里面？不可能。所以我相信，在场几乎超过90%的人拿到这个简章，已经说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你想，在神里的眼光里面，他会因为我的不可能就不可能吗？绝对不会。所以呢，在去年，感谢主，我本来有预备我的电脑，但是神他要帮我预备新的电脑，所以他今天让我宕机。再下一页，然后我可以继续讲。在去年呢，潘牧师他就跑来跟我讲：“俊敏，有那个在职班的神学院，我觉得你可以去
试试看，你可以去念。然后我想说，在职班的神学院，我就问牧师说是什么样的神学院？哇，开玩笑，卓越领袖神学院。哦，你想我有可能说好吗？2年多前的那3条的不可能，就让我没去报名。经过1年的时间，不可能牧师开口我就说好嘛，对不对？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牧师他很属灵，牧师他的下一句话都会是什么？你回去祷告，你回去祷告，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要违背神的心意。只要听到跟上帝有关的吼，除了顺服还是要顺服，好吧？那就回去祷告哦。祷告，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平安跟激动，有一点激动哦。会让我去报名的一个最后的那根稻草是什么？我跟神讲说，我已经有感受到这么多的那个信息进来，要我去念神学院，但是我觉得都还不够。神，你如果能够让我看到2年前的那一个简章，能够让我看到它的话，我就去报名。开始，你看哦，经过1年的时间，早就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大家找，找不到啊，找不到，就很开心，对不对？因为就找不到嘛。神的意念，他的道路真的就是高过我们，没有让你找不到的。有一天，牧师问说：“你祷告的如何了？决定怎么样了？”我就说：“牧师还在祷告当中。”好，当天晚上回到家，一回到家走，为什么那个简章会跑出来？我也不晓得。它放在哪里呢？放在我家传真机的旁边，是放好的哦。你有没有想到说，那个传真机其实它就是包括我一些资料列印都会用到那一台传真机。然后那个简章放在那里1年，我竟然不晓得它在那里1年。所以你看我的祷告，其实我那时候在找那个简章的时候，其实是找不到，因为它是放在那个地方。好吧，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就一定要顺服了嘛，就去念了神学院，就去报名了。你看我要讲的就是惊奇的交响曲。当我报名了之后呢，头先以为说反正一气3个月也才上课2个礼拜，对不对？上课写作业那就 OK 了嘛，对不对？没什么影响，就那么一点点而已。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吗？念了之后才知道说它有如那个交响曲，高潮迭起。你看我就是里面那一只。念了神学院才知道，因为里面你让我同学哦，我同学里面有台湾的，有大陆的，有香港的，有日本的，有马来西亚，也有南非来的。里面有牧师，有传道人，有区长，有小组长，有明星，有学校的校长，有医师，有大老板，哇，点，把我那个子母画面先消掉。你看下面哦，我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娃娃。还好，圣经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为我计划了。计划什么？他说神他会使用那个最小的。所以呢，虽然我是里面最小的，神说没有关系，我一样会使用你。他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了。所以你看里面有一个上面的你们的右边这个，他70几岁了。太厉害了，70几岁。等一下，因为我第一堂有听到秀莲讲，秀莲说她50几岁，我都要跟她讲没什么，人家就70几岁一样还在念。这待会她就会分享，我再看她要怎么分享。对，然后呢，里面就是那个右下角这个他自己已经有在牧会了。我们里面有两三位是牧师，他原本就已经有在牧会，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阵容。你看我那么小的人进去，你说会不会有压力？当然是会有啊。所以呢，就开始，总共有16门课，分2年。前面有祷告学，然后有读经，有圣灵学、布道法、释经学、领导力、教牧学、讲道学。我现在是念到第2年的第1个阶段，就是教会历史跟那个讲道学加实习，上到这个阶段。头先以为就
就这样嘛，对不对？其实也没什么，很简单。殊不知，步步有惊喜，下一个惊喜又出来了。每一个阶段，就是说第一阶段结束，要到第二阶段开学中间呢，来念书，念什么书？一年当中念了14本书，里面包含我刚才那个主任还来跟我讲，你们有念一本书，我就说是 A 到 A 加，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因为他是学财经的，神学院我头先拿到这一本书，你知道吗？它超厚的，它真的超厚的。为什么我学神学生为什么要念这个什么 A 到 A 加，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神学院它就是这么可爱，反正你就是有关系，你就是要念就对，好吧？那就念。那还没什么，下一步的惊喜又来了。你看4张大地图，这个地图要做什么？讲那个教会历史，几年到几年发生在哪一个地区，做什么？要画旗子。旗子还要分颜色，红色、蓝色什么，4张地图你就去把它完成起来。真的是有没有很惊喜？这还没什么哦，这个还不够惊喜哦。你看，念神学院还要去爬那个4层楼高。你有没有看那个第3章？这张，这个姿势，差不多跟我大概磨了超过20秒钟有，那个手哦，好像被那个用3秒胶粘住那根柱子，根本就放不开，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你看哦，它旁边其实是没有绳子，它只有那个板子而已，然后你知道在上面走，它是会晃的。我怎么样放开，你知道吗？我跟神讲说，神你就救我，让我放开，放开，神帮助我放开就放开了，就往前走了。感谢主，他让我完成，这个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原本那一天想要请假，因为知道说要爬那4楼高，这个对我来讲真的，这跟年龄没有关系。等一下我看到你要怎么讲，这跟年龄没有关系。虽然我年纪比他小，我跟你讲，这个根本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跟那个心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个高度有关系。对，所以后来我真的是感谢主，他也让我非常安全的就降落下来了。所以呢，我们的神学院哦，一般我在念卓越神学院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神学院是可以这样念的。原来它不是单单只是说在神学上面这个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它的教学其实是很多元化的。你看第一个，有没有看到我是在最右边那个？这一门学是领导力的那个学，那一门课。我们的这个小组得到第1名，有没有很厉害？领导力第1名，为什么能第1名？因为我在里面，对，没有啦，是因为我们这些的组员，这个组员是临时1、2、3，我记得是1、2、3、4凑起来的，对，所以不是原本的组员。那我们的组员其实说真的，我们对于这个领导力就想说啊，既然都已经在上领导力，就要展现那个领导的那个风范出来。所以说真的，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踊跃。不过确实我在里面也得到很多分呢、对，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爱举手、很爱讲的那种人。那所以呢，我们在领导学里面，我们这个小组就得到第1名。那另外还有什么？参与服事。我在想说，念神学院跟这个服事，这个是一定要去参加的。你不参加还不行，因为他已经帮你报名好了。就一定要去神学院，神学生就是要服事，你知道吗？这个服事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教会也会服事啊，但是我们教会大部分在带领的，差不多都会是我们讲比较高阶的人，在带领一些比较一般会有的，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服事呢，不是，因为他来自4面8方的教会的人，所以每一个都是领袖。我刚才有讲，我就是最小的那一个。所以呢，你如何能够在每一个都是那个领导人的身份里面，如何在服事过程大家彼此的那个顺服？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这一队的组长，他很年轻，他才20出岁而已，20出岁。他20出岁带领我们这一组，有没有？他的后面那个，就我刚才讲，他是牧师。
你要带领我们，他是组长，他带领我们。他头先说哦，我就会害怕，因为要面对到我们这些长者，然后又有牧师。但是我跟你讲，在里面学习到，就是在服事里面，神他安排谁来带领，神安排谁在哪个位置。我跟你讲，你就是顺服，你没有说你比较厉害的啦，没有啦，你比较厉害，神就把你打入冷宫，没关系，对不对？所以在这服事过程当中，其实说真的，学习到很多。学习到什么？学习到当我有一天我要服事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个精神，哪怕他才进教会半年，哪怕他只进教会几天的时间，当他要带领我的时候，我还是会顺服他。对，阿们。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我学习到还蛮多的。另外，我们在每次开学2周的中间会遇到礼拜6跟礼拜天，那这2天呢？神学院那边有明白的，非常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你们这2天一定要空出来，即便你教会里面有再重要的服事，你都要排除，有问题叫你牧师打电话来跟我讲。所以能不能请假？不能请假。那其实说真的也很感谢神啦，因为在这个时间我们是到其他的教会去看，对，那都会到还不错的教会去看。他们教会牧师是如何在牧养他们的教会？那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特色，对。那很棒的一点是，我们的神学院的主任牧师，他特别交代我们：你所看到的，不是要你回去挑战你们的牧师，而是你所看到的，你要回去，你可以让牧师知道说，你看到什么，要由牧师那边，如果神有给他这样的意向，他可能就是可以有更让神更祝福的教会。所以他要我们回去，绝对不是那种讲话要很大声的，或者是很主观说人家教会怎样，我们教会应该怎样，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也是一个学习啦。对，那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这照片一看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对不对？就是要做很多事情，里面有打电话，有那个，所以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神学院没有说的秘密。什么秘密？除了前面3条我觉得已经很困难之外，这个秘密如果我早知道的时候，我可能就跟神讲说，我再多祷告一下，对，可能要多一样东西让我看见。但是呢，还是就已经念了嘛。你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阶段结束之后到下一阶段开学，中间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那2个多月的时间，大概就是有10到10个礼拜。我们就想说，就是一般像那个学生放寒暑假一样，对不对？开玩笑，神学院没有在放寒暑假的啦，没有啦。虽然我们中间是没事。所以想说就上课写作业，我们每一个礼拜没有上课，每一个礼拜1早上9点到12点都要回教会。我们讲 coaching， 我查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学员的奖章，他就是写实习指导，指导什么？实习什么？就是你每一天的作业，你看哦，每一天，这是每天哦，每天祷告1个小时，读经4章。读英文30分钟，读书1个小时，导读1次，这是每天要做的。我们要填表哦，然后每一周你要认识10个新朋友，你要小组2次，你要牧养10个。所谓的牧养其实就是关怀啦。这个是每一天都要登记，每一个礼拜5要上传到教会神学院那边，每个礼拜1早上就是要让牧师看。你这一周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有一次我们在coaching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题目，你来念神学院，你目前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困难是什么？我又发挥我那个特质，什么样的特质？我很爱举手，很爱讲，对不对？举手就上去，哇，就开始就做了。做下去以后，我就说哦，其实也不算困难，应该是讲有点心虚。怎样心虚？就是说，我虽然我的那个
记录哦都不是100分，我大概都差不多介于70到80之间，就等于说这届的功课我大概做7到，对。那做7到8成，我上去我讲什么？我就说，虽然这里面我只完成这样，但是呢，我一心虚的是，其他不是做的真正那么足的，就好像说祷告1小时，其实祷告的1小时是什么？是你要从现在8点，假设现在8点做下去，一直祷告到9点，这样叫1个小时。那我呢，没办法。我就从早上起床累积到晚上睡觉，就是有1个小时这样，包括谢饭祷告几分钟都要算进去，就有1个小时。那不是要那个牧养，就是要关怀10个，有没有？这个我几乎都有满分。哦，这个很好拿分。为什么很好拿分？你知道吗？真的感谢主，他让我在青少年牧区，我只要找每个礼拜6晚上找10个人，你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只要就已经牧养10个，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比较还 OK 啦，因为至少没有在青少年，我还有小组嘛，我们的组员其实人还蛮多的，随便拉一拉、抓一抓，最近怎么样也5、6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比较好一点。真的像那个英文，真的就对我来讲，我刚才就讲，从来就没有除了红字就没有其他颜色，所以我就只好有时候呢，可能在工地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放那个音乐哈，找有没有那个唱英文歌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边看工地边听，那个就算是我有念英文了。所以会不会很心虚？会吗？但是呢，牧师他跟我讲，结束之后，我跟牧师讲说，牧师我真的是好好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真的是要做足，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又必须要及格才可以。牧师他跟我讲，我觉得牧师是很仁慈的啦。他跟我讲说，其实你的状况我大概也知道了。哦，那我也能够体谅了。他说他相信神也是能够体谅你。他说其实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信仰的生活不是只在这2年，他这个的目的是要让我能够将这些的内容成为我的习惯。反而重点是在神学院2年后，可能开始在更多服事的开始，可能就要做更多的这些的东西。我就跟牧师讲说，好，感谢主，那我就尽量。那所以呢，其实在去年1年级结束的时候，2年级要报名的时候，其实说真的，要汇款的前几天，其实一直很犹豫什么？就是说我到底我要不要继续念下去？因为到底我有没有办法继续再念下去？所以那个卡呢，那个提款卡放在皮包里面，其实还放蛮多天的。放到那个干事，我们神学院干事已经下最后通牒赖给我，就说：你的学费是不是还没缴？对，我是不好意思，要不要继续念下去？感谢主，他把我有这样的意念，他用他的方式把它盖过去了。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周围的人，他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问了我一些神学院的事情，这样。其实说真的，我就是那种很爱讲的人，说讲哇就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哇就开始那个烈火，哇就开始燃烧了，好吧，就开始就转账过去，就报名了。所以他今年一样，就是我们2年级第一季已经有开学了。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种的过程当中呢，就像经文讲的。从我一开始一直到进神学院，有很多的那个意念，其实我自己的意念是 no 的，但是神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是要 yes， 对，那他也会用他很多的方式，所以神的恩典他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啦。在经文的后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恩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是神他背后给我的。他要祝福我的恩典，对，他要祝福我的。除了我相信说，除了我个人以外，我觉得神要祝福的是还有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小孩，还有我们教会的兄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神他要祝福的还没有来到他面前，即将来到他面前的，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些人。对，所以我感谢主，
它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应允我们了，它是丰盛的，它是创造的，所以所有一切里面，你们不要用你们的意念，你要知道我的意念，我是要差遣你们的。当我差遣你们，你们yes，你们愿意的时候，我的祝福就会临在你的身上了。所以在神学院的这1年多的过程当中，学习成长到什么？我觉得在服事的态度里面，其实我原本态度就不会太差，但是在神学院之后呢，我会发现说，其实所要面对到的、必须要做的，真的就尽力去把它做，所以那个态度会放在我的服事里面。对，我觉得就是说，包括我的服事的态度，包括这个突破，我觉得是成长很多。那再来就是说，我的自我的形象，其实我的自我形象，我们在念那个自我形象的这课程的时候，头先就想说，形象那就是反正就是穿整齐，然后就是要有洗澡，对不对？然后就是整整齐齐的，对不对？原本以为形象是这样的形象，其实真正内涵的形象不是这个形象。真正的形象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站上这个台上的时候，你都不讲话，人家就是大家看到我，是不是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我是不是就能够代表今天我在上面我所要分享的？这个是形象。那你能不能在人群里面，当你一出现在这人群当中，其实你是可以激励人的，其实你是有温度的。其实你是温暖的，这个就是自我形象。我觉得在里面学习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神学院里面所学的，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超乎我的想象，它真的是很多元。那再来有学习到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在不论是在我在带领的团队，或者是我参与的服事团队里面，其实我个人的情绪改变很多。不要看我这样好像很好讲话，子琳她真的她就有应该想说升什么其中，是不是？国文也不是念得很好，对，反正她是很有感的，子琳她是很有感。我说真的，我在教会有时候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看不顺，脾气就来了，真的，然后论断就来了，他怎么这样？他凭什么这样？他怎样？对不对？就开始就来了。我跟你讲。在神学院念的过这1年多，调整我非常多。尤其在讲到那个我在上那个领导，就得第1名那个领导学的那个，在里面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我讲第一个，你的脾气就要拿掉，脾气要拿掉。你要看到对方是比你强的，你要看到对方他的优点是什么。我想，如果能够善用对方的优点的，开玩笑，你说的你总招是很好做的，你都不用做事情。就这些人就做好好的，荣耀归给谁？当然是归给主啦。归给主以外，也归给对不对总召嘛？对，所以这就是说，这个整个一个观念，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再来我觉得就是张牧师，他在一次的 coaching， 他有讲说，我告诉你们，一位领袖。他是什么？他是秀胸襟，他不是秀肌肉。他要我们要心胸要宽广，他要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传道人。他其实应该除了传道人，我觉得他要讲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基督徒。所以怎样有温度？就是讲到那个神的爱的时候，不是用嘴巴讲，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也许你的一句话，也许你的出现，你都没讲话。就看到我身上哇，充满了那个神的爱，这个就是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传道人。当今天气氛很凝重的时候，是乌云的时候，会不会你一进去以后就出太阳了？对，我觉得这是求神来帮助的啦。对，在这当中，我觉得让我学习到很多。那有时候一个意念的转变，真的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在神学院里面，我觉得我的信仰是更多元化，我不会只是困在因为当我们知道圣经它讲什么，知道很多，那又怎么样？你有活出来吗？你有把它做出来吗？
对，所以我觉得在信仰当中，不要只是那种让自己觉得我就是很属灵的那种，我讲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很属灵的，哇，你要怎么样？我牧师有讲过，如果你是一个自认为很属灵的那个人的话，有很多人会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讲的话他是听不懂的，他其实是听不懂的。所以你唯有怎样？唯有你自己就是活在那个很自然，是自然人，活在很自然的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当你的讲话，当你的笑容，当你的关怀，当你的祷告，别人他是感受得到的。对，所以在里面我发现我后来才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念经济学。我在上个礼拜我们coaching是杨永明牧师他coaching，他给我们作业。那他出什么作业？真的是太棒了，你想都想不到的作业。里面我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记得，总共有10条还几条。里面有什么？有蔡英文跟韩国瑜，你希望谁当选？为什么？很有趣，对不对？还有问题，之前有2个，一个是那个主领敬拜的，一个是作家离开，他们公开说我要离开信仰。你对于你是一个神学生的角度，跟你对于你认识圣经的程度，你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很有趣，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对，啊，还有那个反送中，对，反送中，你对于反送中的看法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对。这个真的是，这个我本来要上去分享，但是我没有机会，我连举手都还来不及举手。在你每一个阶段里面，影响你的人，什么阶段？就是你国小的阶段、国中的阶段，然后你高中的阶段、大学的阶段，跟你大学毕业到现在的阶段，有这个每一个阶段影响你的一个人。我跟你讲，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饮水思源，就是要再回时空，如果国小哪一个老师对我帮助，但是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有发现到，因为国小我6年级的那个老师，他让我整个的那个内心的那个信心是转变的。为什么？本来这不是在讲章里面，我分享一下因为华语可以多一下，就是我上面有一个哥哥。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有在玩那个遥控车比赛，是比赛然后比赛是一个在台上遥控，一个是要在下面，有时候撞车要赶快把它，我是在下面跑腿的那一个。所以在长期下来，其实我都是活在那个跑腿的里面。但是到国小5、6年级的那个老师，他是有在带那个弹射飞机的那个比赛。那弹射就是包括时间，包括花样什么。飞机是自己做的，那个老师他就跟我讲说，你那么调皮，感觉你好像精力很旺盛，然后跟我来做这个。后来我就跟他，我真正从那一次开始，是真正可以自己去主导，是别人拉绳子然后飞机是我做，是我弹那个飞机，那个信心就是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很棒很奇妙再来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作业是要拍那个你灵修的地方，这个也很好玩。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也许里面真的我相信应该是有一些同学他可能会心虚的，因为他可能是没有自己在coaching的地方，不自己在灵修的地方，但是我有了，所以我是有拍。那就是说这个题目里面，你看题目里面它虽然都会要我们用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是，牧师要我们做的其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传道人，就是说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你自己一定要有看法，你不能没有看法。你没有看法的时候，别人来问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就训掉了，
对不对？你如何能够来牧养人？你如何能够来造就人？能够来影响人？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1年多的时间，我相信接下来的1年可能是会让我更丰盛的1年。真的是感谢主，真的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也相信神他给我的会超乎我所求所想。那我的分享就到这，接下来呢，我们要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因为刚刚我最小嘛，所以他一定比我大。他是区长，就是小组长，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秀莲执事区长、小组长点。对，你们认为俊明分享的棒不棒？那再给他一次更热烈的掌声好吗？哦，你看神学生哈，还没毕业就有这样的一个让人家能够对他刮目相看哈。在第1堂台语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是第2堂我更紧张，并不是说我语言讲得不好，我是看到人更多。但是求神圣灵与我同在啊！我相信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过，所以我相信我可以从容不迫，也不用看时间的压力，好，可以好好的分享。其实刚刚我们俊明有分享过，他们我跟他为什么进入到神学院？其实我要跟神认罪悔改，我还没有受洗之前我真的是很匪类啊，用匪类2个字，你们就知道我是真的是一个女孩子，跳舞、喝酒，跟人家去疯啊，真的是你们现在看秀莲我这样子，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以前真的就是一个很，要怎么来形容呢？就是一个我形容我自己很匪类了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把“匪类”2个字记起来，那是在叙述我过去哈。我来永光今年是第15年，那我是在灵粮堂受洗的。好，我16年前在灵粮堂受洗，那个时候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对这种信仰真的非常渴慕每天也真的会跟那些，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推那个 G12 G12一样是小组化的，他们每天就会带领我们热切的迫切用方言祷告啦，用各种来进入灵修生活。那时候我有受造就一点，所以他说我们一个那个组长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对神有信心你只要向他祈求，他就应允，你跟他叩门他就开门。我就真的用这样来跟神交换信仰的条件。果不其然呢，我们神真的是一个非常体恤我的人。在当时我的一些环境已经是非常不好，以前从很有钱变到很没有钱，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人生是很绝望，所以我进入到士林灵粮堂。当上帝垂听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真的开始进入平顺当中了。进入平顺当中的时候，我就渐渐的就忘记神的恩典。然后有大概1年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信心软弱，信仰软弱。我就开始，其实我有一个兴趣，有些弟兄姐妹一定听我分享过我是一个非常从小我就很爱跳舞的人，而且在我出社会之后，我也去学国标当然那时候是 1 by 1的 teaching， 就是老师教我那时候的志向就是我要去参加国标舞比赛。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离开灵粮堂之后，我开始就又回到世界。然后其实我是在职业组里面有得过冠军的那今天真的不好在这边表演，这是圣殿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教你们跳 Tango、恰恰、吉鲁巴、英式 Tango， 你就大概就知道我真的是个会跳舞的人。在那个当时我就真的又回到属世的世界去，我就进到一个地下舞厅。然后我相信这都是神预备的环境。就在地下舞厅那时候
人家在跳，我大概就表现我的水准，我是基督徒，我不去跟人家跳那个抱抱的，我就坐在那边。那就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说：“你怎么不下去跳？”我说：“我是基督徒，那个好像不能这样做。”她就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哎。”然后她就真的推销永光教会，她说永光教会是多棒多好多怎样怎样她那时候也刚好。那个先生，他的先生有一个团契，大概要当会长。他说：“你来帮忙我，你那么会唱歌，那么会跳舞，对我们这个团契一定很有帮助。”我就基于我跟他就有点台语叫手帕交，姊妹啊这种感情，然后我就真的说好，那我答应你去1年，我就要离开哦。他说好，没问题。然后我就从林良堂离开来到永光现在一待了15年。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永光教会正在推那个细胞小组、实验小组。我相信在座有一些长老娘他们都有参与过。那就在那个时候，我进到永光教会。那我相信这既然是出于神的拣选我以前一直觉得我那么不堪。我过去这么匪类，我能够让神对我有所拣选吗？但是神只要拣选你，你逃到天涯海角，你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逃不出神的手掌心。所以我就待在永光教会，直到今年已经进入第16年了。那我很感谢主，我来到永光这个大家庭里面我受到这个爱的大家庭的一个培养栽培培育。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很多培育系统一直不断在 run 所以我的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被永光来建造。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被神呼召这个念头不是在我人生的计划当中那在潘牧师也很会关怀人他就常常会问我们牧养的情况怎么样啦。那在他跟我谈的那个当中，我就真正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神渐渐的就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有一天祷告，其实牧师教我们要跟神有一个良好的QT 时间，就是 soaking 就是你跟神要建立关系，你会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然后在有一天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我祷告，我跟神亲近的时候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把我的衣服都换掉，变成很轻松这样，就换上我祷告那件衣服，我就在我一个隐秘处，我固定的跟神祷告的一个隐秘处，我就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个声音，就其实在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人讲话呢？我听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吗？”那时候我眼睛是闭起来的，因为我也在祷告当中。我当下我就张开眼睛一看，没有人那我就眼睛再闭起来，我就继续在祷告。又是那个声音跑出来：“你要来跟从我吗？”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呼召吗？在当下，其实我很抗拒，我就跟神回答说：“主啊，我好忙，我要经营事业，我要带小组，我要干嘛，我好多要抗拒神的，但是心里又觉得我在永光受这么大的栽培，有这么好的培育系统，这么好的牧者这样一直栽培我，我觉得对神很亏欠，所以在牧师鼓励之下，我就进到神学院去但是我进到神学院，其实你们刚刚有听俊明分享，我们神学院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的训练场所刚刚你们
看他用 PPT 放出来这么多我们要念的神学课程，要这么多的训练，还有作业，等一下我再分享回应他说我50几岁，他30几岁的那一段哈。然后我进到神学院之后，其实心里是有很多抗拒，不过我感觉上帝既然要拣选我，所以我就回应神啊，在有一天祷告当中，我就回应神说：好，主，我愿意跟从你。所以神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纵使我过去那么不堪，神只要拣选我，必有他的预备。就像我从士林灵粮堂来到永光教会，虽然是在不堪的环境之下被神带到永光，但是出于神的，我相信神必祝福。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要怎么样来忠心侍奉。好，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好，他这么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我们摆上的态度，第一个，我回应神，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主的精兵。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上面有3个哥哥年纪都因为都差1、2岁，所以都陆续在当兵。我以前很黏我哥哥我3个哥哥之后才生我1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很黏我哥哥他们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他们在讲什么我就会在旁边听。那最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讨论在军中怎么样，去福利社爬气的去哪个地方怎么样被关紧闭这些我都听过。但最重要听到他们有一句话就是把吃苦当作吃补把吃苦当作吃补。那这句话在我们属灵的军队里面，就是主在磨练我们，他定义将我们在苦难的环境当中，要使我们在属灵的层次要更茁壮、更成熟。所以做主的精兵，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要将属世的事物缠身属世的事物就像我刚刚说你很爱跳舞你有很多兴趣你可能为了想说我今天要去聚会，但是我又有排要去练舞，那在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抉择？当然就是要选择去聚会了所以不要让属世来缠身那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放下属世的责任与工作了，那个兴趣要除外工作还有你对家庭的责任当然也是要顾了那我们不让世俗来缠身，就是把那些觉得不必要、次要的，把它排除，不要被属世的那个灵来绑住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来服侍神第二个摆上的态度就是忠心服侍，要蒙主喜悦。我上神学院其实是非常挑战的，就像俊明他刚刚叙述了一堆，其实我的难处也不比他差了，但是我怎么样靠主来排除？其实今天时间有限，我略来等一下来分享其实我在经营一点小生意，我工作真的非常忙碌，还有要关怀小组那现在因为我也当区长，要牧养4个小组，然后在神学院的操练，这就更不得了了。刚刚俊明在分享，你看我们真的进到神学院为什么叫做卓越领袖神学院？那个卓越就是刚刚他分享的，从 A 到 A 加这个就是卓越，从优到超越，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是很挑战。他刚刚特别在分享说他刚有比一个动作这个
就是那个是我们一个挑战。刚刚 PTT 已经下掉了，我比给你们看，就他刚有比这个动作，那个是我们要去做一个高空里面的一个训练。那当然就是训练我们对神的相信程度到哪里，还有你胆量到哪里。其实很多人不太敢玩，但是为了这也是一门学院里面的功课啊。刚刚俊明说他在那边不敢放，一直抖。其实我上去的时候比他更抖，那个是要这样先爬上去，然后做一个动作，就是要放开，然后要走那个塌下去会这样，信姐。然后我刚上去的情形也是跟他一样，不过我没有像他说停留几秒，我那时候也信心很坚定，没关系，我就马上放，就踩2步，你知道，踩2步之后就哇，就我那个尖叫声哦，我看底下3公里之外都听得到，我吓得要命。我本来想说奇怪，我很有信心，你知道吗？底下的人怎么讲？不用怕，秀莲不用怕，你掉下来，耶稣帮你接住。真的会接住吗？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一半了，不走过去也不能退，在那边一直害怕，走一步就你知道那个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跟丑态了，就真的这样走到这样，那个手真的是这样抖啊，都不敢往下看。然后我好像走到第4格吧，我就看底下有没有很高，结果一踩下去，真的快点掉下去。我说啊，救我！你知道吗？在底下的人很安逸的说，不用害怕，耶稣接你。你看，我们都要做这样的考验啊。那时候我就在想啊，俊明30几岁，他怕成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韩悟光同学，他70几岁，他仍然爬上去，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我就真的那个应该是走9格吧，我走到第4格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你一定要帮我，好吧？我就走出去，死就死吧。”我真的是都没有看，我眼睛闭起来，凭印象，好吧。你知道吗？我走到那边剩下1格的时候，我眼睛张开，我怎么走过了？我不知道。带着我走的，真的，耶稣带着我走，我也顺利完成这门功课，给我一个掌声好吗？荣耀归给主。这个在30年后我都不会忘记我那一幕。我不计形象，我那个叫成真的是，我不会形容了，就是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神学院的考验。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挑战之后，其实我真的也有想打退堂鼓但是进到神学院的第1天的时候，这又讲到那个俊明说他很喜欢举手嘛，然后我们进到神学院第1天，那有一个对那个圣灵学的牧师，他是从韩国来台湾，韩国张汉业牧师，他来台湾宣教20年，他就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来上神学院？那个当下我俊明还有知和上第1堂吧，我们3个就举手，信誓旦旦的说，我们是教会的精兵，我们要接受更多的属灵操练，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将来被神使用。你知道，想到这里，我就开始觉得很愧对神，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你帮助我。”所以，我真的透过不断祷告，排除一切的万难。我现在升上2年级了。好，当然要1年级要升上2年级，就像刚刚俊明分享。我们要经过考试，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人物、历史背景发生的事情记在哪一个章节？就像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了。出自于哪里？有谁知道这个记载在哪里？几章？对，给思雨一个最大的掌声。难怪他会当宣教士啊！对，就是这样，我们都要这样经过考试。那可能上帝有垂听我祷告，我的成绩87分，感谢主啊！哈，当然，因为我非常预备，很怕考不上，我就没有办法晋升到2年级。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趴在桌上睡觉的，一直把圣经反复的看，反复的看。当然也没有办法一次就了解，只是有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方向让我去准备哈。然后还要读英文啊，其实英文以前在专科的时候很后悔，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所以现在虽然有一点底子，但是现在要真心摆上，哇，上这神学院真的很考验。就像俊明说，他是放古典音乐，我都在 YouTube 里面，像小学生这样，每天从 I am a teacher， you are student， 好，就这样开始学起，就从头再开始学。所以虽然很挑战，但是我相信神既然有为我们预备，真的就是要摆上。好，所以在这段期间，让我这个刚开始很不属灵、很不爱看圣经的，终于看到上帝对我的呼召露出一点曙光了。哈，第3个就是为主祝福后的祝福。其实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哈，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路加福音9章23节就这样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背的十字架是轻或重，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你觉得背的重背的轻，端看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建立的关系近或远。自从我上了神学院之后，我的价值观真的改变了。我很愿意多为人多走1里路，因为在神学院里面的教学，真的像刚刚俊明分享，我们是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人家觉得一看到你就觉得你很温暖，你可以带给人家有一点影响，看到你微笑，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我相信我们受造就之后出来带给人的祝福就很极大。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就因为我现在的服事态度价值观的改变，我凡事都很愿意为人多走1里路，凡事就尊主为大。所以任何的事情我都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怎么样呼召我，我就怎么样回应。所以不管你有任何难处，既然是出于神，我们就默然不语。所以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回应他。所以你看我们在不管在服事在任何的上帝要我们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他都为我们负责。像我的工作，也因为我读神学院，虽然很忙，但是上帝仍然祝福我的工作。在牧养小组，上帝也经历了上帝的祝福。我牧养的牧区里面，就有我们母组我秀莲小组分职，桂林小组还有秀菊小组，都经历上帝分职的祝福。还有在服事上，我是在关怀部的，虽然现在信志长老没有常常派我出去探访，但是只要他有下达命令，我就使命必达，
只要他说某某人要祷告，2点多我只要看到回应，我就马上发祷告词哈。所以你看，在服事上我也经历越服事越甘甜的祝福。谈到这里，我真的要很庄严的这样对弟兄姐妹说一句话哈：你们有要想成为上帝国度当中忠心的仆人吗？有人愿意吗？阿们。好，你们没举手，用阿们我就知道你们愿意哈。服侍人就是服侍神，就是荣耀神。我们既然蒙上帝拣选我们，得着他的救恩，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救恩分享出去，让还没有来认识主的人同得我们在神国度当中的益处哈，就是这个救恩。上帝是我们的大统领，愿我们永光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摆上与主同行的心，出征作战，就像开幸福小组一样，做神的精兵，去抢救世上失丧的灵魂，为主忠心服侍，完成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去做荣神益人的圣工。但愿这个圣工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份，阿们吗？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其实我还有一片影片要大家看。那我觉得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的意念。上一堂呢，原本这个是在我讲完要放的影片，但是后来就是乐团会太赶，所以这一次是我刚刚真的是忘记了。不过我觉得我很感谢神，让我现在再来播放。我觉得它是很短的一个短片，你们来看哦，看到你们能看到什么，就那个短片播一下，谢谢。พี่ไม่ต้องไปฮ่องกงแล้วจ้ะโอ้ยถ้าพี่ไม่กลับมาเนี่ยก็คงไม่รู้ใช่ไหมคิดว่าพี่โง่อะดูจานชามยังรู้เลยอะออยบอกพี่มาอยู่นี้ฮะว่าออยเตรียมไว้ให้ใคร这个影片呢，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是看到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我们却忽略真正背后神所为我们预备是什么？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神能够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什么，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高过人。
们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是恩典的道路。主啊，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要成为你精兵的时候，主你就将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能够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每一天。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尊贵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的每一天，主啊，你就将你的丰盛，将你的喜乐，将你的平安都能够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身体，有极大如此的良好的生活。主啊，我们要将这所有一切的荣耀，我们要归给你。我们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大家请坐。这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握拳，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各位兄姐，请起立。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握拳，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各位兄姐，请坐。这时我们要请邱信志长老来做事工的分享。各位平安。在事工分享之前，我还是特别邀请秀莲执事跟居民执事感谢他们为我们所做的分享，也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神，也愿神能够赐福他们在神学院的学习以及工作、服事各方面都蒙神大大的恩典。那我们来事工的分享，第一个，已经进入第4周了，所以这一周开始 ，best 都进来了。我想你看那个图里面，其实都准备得非常的澎湃，这样子。我相信 best 应该是有感受到我们的爱与关怀了，就是热烈的邀请他们，借着这样子的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也能够让他能够更亲近我们的神，能够更了解我们的信仰。好，这个就是求神带领我们整个幸福小组整个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事工。来下一个。
下主日是意向传递座谈会，所以是在主日礼拜过后1:30会有一个座谈会。那这是有备餐，所以你假如在周报里面看到你的名字，但是你不能来的，请你务必要请假，在招待桌那边有请假你就登记你的名字，因为便当多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帮忙第二件事是11月24我们建堂小猪的因为那天是感恩节我们把这个小猪带回来那请我们在喂小猪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它吃的好不好你喂它喂的好不好希望把它养大一点然后把它带这个小猪回来感恩就是献上给主来下一个名人讲座，这是李天柱先生那他是一个演员他应该得过至少2次的金钟奖，一次是小金钟，一次是金钟奖那他在他的颁奖就是领奖的一个感词里面，他是主导文为了现场所有人去祝福他们所以他是很有信仰的他的一个心智就是我们就如同是在演一出戏给我们天上的神来看所以人生的导演就是谁？耶稣。那我们来听听看他整个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转变，他生命上的一个历程的一个激励我们的故事。所以会有一个小单张例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小单张的招待桌上面有，你觉得他是你可以邀请的朋友、邻居，你就拿这个小单张去邀请他我相信他相信你所邀请的人一定是会乐意来听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下一个对，我们联合圣歌队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在集训了所以这个每个礼拜六一直到圣诞节之前，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都为了这个圣诞的一个庆贺的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面颂赞期待大家能够播出你的时间一起来集训那下个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的主日，那钱玉芬老师钱玉芬主任他代表这个学校来我们这边来报告，来请安。那我们也为他来奉献就是准备奉献，以及为他来代祷。来国宾修晃木区关心您的健康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罗一凡医师，他是永和更新医院的骨科的医生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学经历是相当的优秀的那他主要的一直是骨科的方面的一个权威你看他也是，我想他应该是永和更新医院的颜值担当了这个是我们照明小组的组员那他主讲的是骨质疏松的预防跟保养。我们在周报里面看到他提到，就是说30岁以后我们骨质都会疏松了，所以呢，30岁以上的一定要来听。那还有一个人也要来听，就是30岁以下，但是以后会30岁以上的，这个也要需要来听所以骨质疏松的预防与保养，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好，下一个。好，我们的健康代祷有许菜姐妹、约翰弟兄阿春姐、秀梅姐玉妮姐丽丽姐这些他们都有一些疾病，有一些住院，那我们为他来代祷、来关怀。下一个，欢迎新朋友蒋怡轩，蒋逸轩，逸轩姐妹，你好。她住在永和中正，就在附近而已。你是搬来附近，刚搬来。好，欢迎。还有吗？对，第2个。出不来吗？美丽姐，美娜介绍的美丽姐，
他到楼上去了吗？哦，好，没关系，下礼拜我们再介绍。好。哦。我们的韩国朋友 ，friends from Korea。他们的队长队长 Captain，please stand up。Kim Hyung Na， 金什么？金贤娜，嗨，金贤娜，嗨。It's so nice to see you here, and welcome to join us to praise the God. Okay, thank you. Have a seat.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唱这一首欢迎的歌。站立，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自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到信谦长老跟慧茹姐，我们给他鼓掌一下，欢迎他又来到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感谢主。好，今天礼拜到此。对，我觉得。